各位星又見面啦，歡迎收睇中國 TV 中國場呢個環節啦。4月26號，今次呢有3場嘅就係 G1 大杯賽啊，所以呢今次呢阿肥呢都係 hold 準咗啦，就會睇多少少潘頓噶，因為條友仔呢多次呢勁抽嘅國際賽事啦，都會比較醒目少少嘅，始終啦為廣爭光多少少呢，都係潘頓呢一個呢就比較係本地姜啊。咁今次啦，直接啦就係潘頓冇幫咗咧黎超星拆旗嘅1號仔嘅就係馬池登嘅，反而啦就幫咗咧而家非常之好分頭啊 3.9 位置嘅13號嘅包裝天象啊。今次阿肥對於隻包裝天象咧都睇嗰一線多少少嘅，所以咧今次二選嘅麥匹會揀選咗隻係3選啦，揀選咗隻係隻包裝天王嘅。但係如果係呢一場啦，特別係信心嗰隻馬仔啦，反而阿肥咧熒光幕見到噶啦。1號、9號、11號、13號嘅4隻馬仔，咁重心嗰隻馬仔呢做膽嘅係要咗9號仔嘅呢隻呢利高八斗啊！嗱，聽阿肥講馬仔之前啦，第一次收睇中老 TV 賽馬篇嘅新星們，等完個賠率啦，先至爬馬仔啦，咁啊分頭好兼呢直播多少少嘅，因為上次呢都係近期啊冇乜1、2場呢交投唔到啦，咁啊個貼士呢希望今次呢準成多少少啊！所以出片時間慢少少嘅，好啦，事不宜遲啦。今次如果贏到馬仔嘅，記得唔好吝嗇手指，撳一撳個訂閱，支持一下中國 TV， 支持下廢物講馬仔啦。首先啦，睇片啊，9號仔嘅利高八斗，上次跑分同樣嘅路程呢，基本上呢就係孭住另外一個阿妹啊，就係姚慶堯呢，袁慶堯啊，直接佢完全係後邊呢，我發覺隻馬仔呢，完全自己飆起身嘅啫，揸唔實隻馬嘅，係孭翻嚟嘅。當日仲要係輕磅嘅100磅之後呢，今次1磅好檔位啦，同埋啦磅數加磅8磅都咁大把嘅啫。完成時間差丁少少啦，1分09.33啊。但係啦，大家睇翻嘅呢隻馬仔呢，應該咁講，同對手1分08.67嘅係隻賢者威風，同埋啦1號仔嘅就隻馬池登，一陣間再講解一下。首先啦，做膽嗰隻嘅話呢，呢隻上次呢其實呢有少少係塞車噶，基本上呢就係另外一個阿妹呢嗰個騎功呢，始終都係信息多丁咁多啊。咁啊，事不宜遲啦，睇翻多條影片，嗰個1分09.33呢，4分3個馬位呢，其實呢，如果俾咗田體安啦，都叫做係外國騎師啦，始終個騎功會好少少啊，始終呢都比較係勁抽多少少嘅。咁過往大家睇翻多少少個試集嘅，都其實呢不過不失㗎，隻馬仔全部都好正面㗎，有型有款啦，穩定走勢啦，同埋呢就係彈得對手啦，又有餘勁，同埋走勢持續，同埋按住跟跑嘅。全部都好正面之下嘅話呢，上次一初跑啦，已經呢第3名噶啦。咁啊，事不宜遲啦，講咁多睇片啦。嗱，3檔出閘，橙色衫嗰隻好易認嘅啫，好快脆啦，已經認識出當日係另一個阿妹袁慶堯拆旗噶啦。咁啊，基本上啦，去到1000米嗰下呢，隻馬仔啦都係推騎之後呢，已經係前邊頭4位嘅。咁全程阿肥呢度呢，直接唔刪減多少少噶，睇翻都係阿妹呢個另外一個阿妹嘅騎功啦。你發覺呢隻馬仔其實呢，就係自己飆放咁出去咁上下嘅啫。咁去到轉彎嗰下啦，其實隻馬仔啦可以呢再推多2下。嗱，呢度呢，其實呢，就呢個阿妹呢，就有少少呢，其實呢穩住個先機啊。但係啦，最發覺轉咗彎嗰下呢，有少少塞車啊，有少少就係令到佢呢，唔知佢向外唔得。嗱，呢度頂住少少嘅。佢係放又唔係，唔放又唔係，咁去到最後啦，400零米穩正咗嗰個係空位嗰一下咧，呢度咧先推騎。嗱，最後400米啊，睇翻當日咧嗰個評論員咧點講解最後嗰3名啊，特別咧呢隻橙色衫，終於咧就係直路望空島之下嘅袁慶堯點樣推騎之下，其實咧最後咧有少少係甩碌噶，但係隻馬仔勁啊，唔緊要啊。嘅龍之尊啦，出邊呢就巴閉精啊！好啦，最後300零米啦，前面呢千杯不醉仲有優勢啊！中間位置小魔怪呢追緊佢噶啦，埋邊位置同起上緊嚟，馬林中間堅先生利高八斗，出邊呢仲係隻巴閉精金塊飛飛，最後100零米千杯不醉佔先啊！同起就開始追緊佢啦，中間位置仲係利高八斗，接近終點，千杯不醉贏出呢場賽事跑第2名嘅馬係同起啊，第3名利高八斗。咁啊，至於嗱，大家睇翻多少少啦，去到呢度其實呢，最後呢個100米呢，阿妹呢其實呢推騎2下已經 OK 啦，只不過始終女仔啦個氣量啦，前邊嗰2個騎師其實嗰個騎功啦都比較呢，仲有大把嘅氣量在手嘅，後邊呢，其實追上去嗰隻呢堅先生都唔錯，反而呢，就係阿妹呢已經呢嗰個呢發覺有少少腳仔軟啦，嗰個騎師呢，其實見唔見到？嗰個 pat 咧已經咧就係落咗去隻馬鞍個馬背上邊噶啦，按咗落去噶啦。嗱，最後嗰一下，隔咗2下屎忽啦。嗱，始終係千杯不醉啦，騎師啦由頭到尾都係嗰個 pat 啦，完全冇坐落去嘅。反而啦，第3名啦，袁慶堯咧騎落去嗰下咧，個 pat 咧其實咧就最後咧都係先夾翻起身嘅啫。
都少少咧隻腳仔咧唔算騎功啊，都係爭少少坐咗落去嗰下。大家睇翻成件事嘅相對性嗰個騎馬姿勢，其實袁慶堯都係仲要係爭丁咁多㗎嚇。咁睇完當日嗰條影片啦，最後咧其實咧轉彎嗰一下，其實如果隻馬仔啦比較咧再進取多少少啊，袁慶堯咧推騎多少少，唔使去到嗰個450米或者500米咧，嗰隻馬仔咧少少咧，其實咧向內向外啊都少少受擠擁噶，所以最後咧350米望空之下咧，先至再發力咧，其實咧就係為時已晚，推兩下騎師嘅騎功都係相對性咧，雖然100磅啫，都係吉嗰個 pat pat 咧就坐翻落去嘅馬背上邊嘅，所以啦今次啦一檔好檔位，磅數加8磅嘅啫，呢隻咧入三甲不二之選嗰隻好馬係9號仔嘅利高八斗。咁啊，揀完咗個膽啊，二選馬匹啦，阿肥咧就係要咗啦，就係重磅，始終咧相對性啦，喺個4班1000米賽事啦，1號仔降班嚟跑，嗱換咗個騎師嘅，就係咧就係隻薛海華，嗱呢位外地騎師，然後咧幫咗尼超星殺騎，隻馬仔近呢幾仗由1分09.05啊，橙色嗰啲咧就同路程嘅，22秒6噶，記住啊，末段時間22秒6，一檔好檔位嗰次啦，就係咧同樣揾咗咧就係巴道殺騎嗰次咧80磅啦，咁啊22秒61，完成時間1分09.54啊。所以啦，最後啦都係空位不足啊，搞唔掂啊，冇上到名嘅。但係咧同樣啦，最新嗰次拆騎117磅揾咗輕磅嘅希威森啦，當日完成時間係22秒04嘅，比一檔好檔位嗰次嘅話咧係足足快咗係0.57秒噶。所以咧最後時間咧破咗1分09嘅大關，最後啦1分08.78嘅。嗱即係1號仔嘅馬池登，大家睇翻嘅。全部對手1分08.87啊！咁上次咧呢隻咧1號仔馬池登咧，上次咧1分08.87咧係輸4分3嘅馬位，但係咧已經咧對於係4班今次嚟講已經係碾壓曬其他對手㗎，1分08.87呢個完成時間。咁今次雖然磅數咧交磅到17磅，揾咗咧就係外地騎師咧就係隻薛海華，但係啦同樣啦虛心拆騎1000米嗰次咧中檔説出嚟啊，姿態輕鬆嘅，咁始終啦碾壓式嘅就係一個高班姿態啦，嗰個完成時間嘅話咧，其實今次咧對於嗰個係1000米短途之下嘅話，二檔唔算話交磅17磅咧，對於嗰個短途嚟講冇乜所謂嘅啫。咁過往32倍、11倍、10倍，最終是咧26倍嘅。咁今次啦試完嗰集，全部嘅從化試集唔係第一名、第三名嘅，上咩為主嘅。所以咧隻馬仔其實咧操 fit 之下嘅話咧，揾咗係我哋騎師咧。今次啦，始終係大杯賽啦，大家都想喺嗰個國際賽事啦，就係洗靚自己招牌嘅。咁唔係馬路唔過江嘅。今次咧喺翻個大杯賽之日嘅話咧，各位騎師都想係洗靚自己招牌嘅。所以咧今次啦加持之下，兼係降班嘅二選馬匹，阿肥要翻呢隻咧，始終係破咗1分09大關嘅1號仔嘅馬池登啦。嗱3選啦，咁黎超星其實應該配搭咧就潘頓噶啦。咁降班之後，讓咗俾咧就係薛海華啦，咁反而咧潘頓咧過嚟唔係嚟超星，反而啦幫咗咧就係咧就係深圳城馬房嘅。咁大家睇翻落去啊，雖然咧跑個路程咧上次咧已經取消咗㗎，但係過往咧隻馬仔個試集咧大家睇翻晒啦，唔係同樣都係第一名、第三名嘅。咁最主要咧就係最新嗰幾仗啦，全部咧從化試集啊，嗰個走勢所浪啦，有前有後啦，順勢而馳啦。另外一樣嘢啦，隻馬仔嘅神操咧。由過往到而家3次都係完全操人操，足足成個3月4月咧都喺翻喺從化嘅。咁今次睺準咗4月26號呢一場咧就係短途1000米賽事。另外一樣嘢嘅，大家睇翻多少少，今次咧就係沈日成同埋潘頓，咁佢哋交頭嘅配搭咧，大家睇翻噶啦。由過往今個賽季到而家，唔係第一名嘅話，都係2、3名嘅，交頭非常之係甚高噶啦。咁個3.9最後應該都係會熱門為主噶，所以今次咧嗰個賠率3.9咧，我覺得直播嘅3腳咧，肯定係咧佢反而咧潘頓咧唔騎1號仔過嚟幫咗沈日成拆騎咧，咁啊加多咗唔少分數噶啦，所以咧非常直播多少少嘅，咁啊206入圍，咁啊4選啦，先要翻隻11號嘅就係隻賢者威風啊，過往1分09.45、1分9.41，最新嗰次啦1分08.67嘅，但係咧始終咧隻馬仔咧係以後上為主噶啦。咁啊，末段時間咧，雖然咧都係以22秒37啦，22秒37同埋22秒17嘅，咁上次啦係22秒64之後嘅話咧，反而啦大家睇多少少噶啦，即係利高八斗咧係22秒2729，同埋啦即係馬池登咧試過22秒04噶，所以呢兩隻馬仔咧其實相對上咧係高班過咧就11號嘅末段時間啊，係隻賢者威風啦，加上啦佢係一隻後上馬嚟嘅，咁6檔入上個檔位。
奪戀到千二米賽事，如果塞車之後嘅話呢，去到最外檔呢都係為時2萬嘅，咁唔算話特別好輕磅啦，兼係嗰個嘅升個檔位啦，所以啦，寧願啦嗰個4.2 1.7呢，雖然上次可以破咗109大關啊，但啦直播率呢，反而係潘頓嗰隻呢，就係隻包裝天王呢更加直播多少少嘅，所以頭場嘅4隻馬仔，9號仔孭翻嚟嘅袁慶堯嗰隻呢，今次田泰安一檔好檔位嘅9號仔。利高八斗行頭先啊，二選呢就要翻降班落嚟啊，1號仔啊就係馬龍過江嘅嗰隻呢就係薛海華策騎嘅馬馳登啦，3選啦就要翻一個非常之直播多少少嘅沈澤成配合咗係潘頓呢一個呢直接呢係有53%呢可以係上咩成功嘅，呢隻呢就係交投非常之好嘅13號包裝天王啊，係沈澤成馬房嘅，然後4選啦先要翻係何言同埋呢潘頓之布文嘅11號嘅賢者威風啦，9號。1號、13號、11號係阿飛頭場心水推介啦。好啦，第二場啦，始終啦睇完個賠率直播兼係而家呢都係個市場啦比較中意多少少嘅係9號仔嘅就係隻線路福將，同埋11號嘅就隻準風雲噶。始終兩隻馬仔啦，過往呢都係10幾倍嘅，今次啦到而家啦，拍片時間係4月25號嘅晚上啦，咁啊接近11點之後嘅話呢，兩隻馬仔都係破咗係單位數噶，仲要個賠率呢都係嗰個2.3同埋3.0咁大把嘅啫。咁啊對比之下啦，始終啦阿肥咧就係短途長途多少少啦，就要翻呢就係7號仔嘅呢隻呢就精彩，而家咧都係熱門馬嚟為主多少少，因為啦呢隻馬仔近呢幾仗啦，雖然唔好跑過嘅係田草1600，但係呢田草1004呢，大家留意多少少嘅，由過往嘅2025年啊12月27號嘅末段時間係23秒87受困噶啦，總時間1分22秒27啊，留意多少少33倍嘅。好啦，去到2026年呢1月25號啦，就換咗啦12外檔啦。雖然係12外檔啊，但啦完成時間破咗1分22秒，而家1分21秒93噶啦。末段呢由過往嘅23秒87呢，已經呢微調咗係0.1秒噶，係好誇張啦。嗰個派咗0.1秒，其實好進步啦。當日4倍唔緊要，最策騎同樣嘅田島先4秒賽事，由過往嘅22秒73啦，已經微調咗22秒呢73嘅22秒7已經22秒73嘅。完成時間亦都由過往嘅1分21秒93呢，微升到呢係11秒呢15噶啦。當日由4倍去到6.2倍嘅。好啦，再拆期多一次啊，終於可以上名啦。揾咗文明堅拆期之下嘅話，磅數亦都係過往嘅呢，全部都係110零磅啦。咁文明堅嗰次4檔追翻唔少，最後呢就係完成時間刷新咗嗰個係季內最好時間啊，係22秒5150噶。咁大家睇翻應該咁講啦，我當佢而家係我當佢5月先啦。佢4月26號我當佢5月啦，即係1月、2月、3月、4月、5月頭啦，即係4個月啦，完全有4個月嘅時間，咁咪唔夠半年。由過往嘅1分22秒27，已經咧升到咧係1分21秒46。咁末段咧亦都係足足係發咗係1.3秒㗎，係記住啦，23秒87同埋22秒50嘅，係由嗰次仲有一檔好檔位啊，嗰次4檔嚟㗎。足足呢隻馬仔係發出係1.3秒㗎，嗰個進步係非常之好啦，最後輸個頸位嘅啫。所以啦，今次啦，雖然嗰個係4月14號啦個市集啦一般般啦，佢又推測之下呢冇乜交投啦，但係啦，始終隻馬仔呢，今次嘅長途少少，今次啦增得200零米，反而啦而家尾重咗嗰個係5.31 2.8呢，我覺2.3呢，我覺得嗰個係追加到200零米呢，嗰個後上嗰個衝勁啦，我覺得係揾咗部文呢，係加持落去呢，係更加直播多少少嘅。所以膽呢，我反而呢隻3號仔嘅講真句3歲馬仔啫，已經係半年時間啦，可以追翻，可以增加嗰個進步啦，增加咗成1.3秒末段呢，其實好黐線嘅。所以今次呢，阿肥呢，始終啦有賠率嗰個係加持啦，而5.3全世界睇好組之下嘅話呢，我覺得有心夾嘅做膽嘅，要咗7號仔嘅就要精彩啦。咁啊2選啦。第二隻呢，而家個賠率位置啊，2.3都其實咩重咗飛嘅，就隻9號仔嘅就係線路福將嘅嗱，12外讓就12外檔都可以呢，有咁樣嘅賠率。其實講咗佢全世界已經係證明咗隻馬仔呢，可以都係睇好咗少少噶啦。嗱，入面唔好忘嘅一個之前1分34秒80噶，攞呢個做標準噶啦。咁出賽4次都係揾咗係周俊樂嗱，填咗先4嗰次23秒38。然後啦，去到田島先6嗰次嘅話呢，每段冇力啊，雖然7個幾馬位啊，但個賠率有20倍、18倍、24倍、22倍，而家今次開飛啦，6.7倍噶啦，全世界完全因為上一次呢就交投呢，最後每段時間呢係22秒55啊，記住啦，由過往跑住嗰個田島先6嘅1分
35秒78，再上一次啦，1分34秒80嘅，係快咗係0.01秒噶啦。咁末段咧更加快脆啊，快咗足足咧係1.74秒噶，快足足或者1.74秒噶，接近係2秒有多噶啦。所以啦，容易當隻咧執住個外檔咧冇有怕之下嘅話咧，嗰個拆旗指示咧都係後上嘅。咁今次啦，磅數同樣112磅輕磅，咁9號仔嘅線路福將啦，始終啦1分34秒80咧，其實同個對手好多隻馬仔啊。嗱，橙色係佢呢隻同程嘅完成時間嘛，睇翻嗰個含金量啊，1分34秒80嘅。咁睇翻啦，橙色嗰啲1分35秒幾，1分34秒95嘅，全部橙色嗰啲，記住啦，1分35秒幾噶啦。大家睇翻多少少㗎，橙色嗰啲1分35秒幾個含金量，1分34秒幾嘅含金量啊，睇多少少啦。嗱，大家望多少少，俾咗少少時間，純粹俾大家望一望嘅啫，個含金量啊。所以對比之下呢，其實呢嗰隻線路福將嘅話呢，1分34秒80呢係碾壓式呢其他對手同樣啦，1分35秒幾為主多少少㗎，或者呢直接呢係1分34秒9幾㗎，好少呢係1分34秒呢個時間攞咗1分30秒幾嘅。所以今次12個都冇有怕，就算啦，都係長途多少少多級少腳骨力嘅啫。但係過往啦，周俊樂拆旗呢隻馬仔4次啦，咁都叫做咧不過不失。嗰個賠率亦都由過往嘅雙位數啦，20幾倍啦，已經6.7、4.3啦。咁啊呢度啦唔搏噶啦，搏翻啲戰績馬為主少少嘅咋。所以今次啦二選嘅減翻嘅就係啲9號仔嘅就係線路福將啊。咁啊3選啊同樣啦個道理啦，都係嗰個賠率注定咗嗰個直播率啦。咁呢隻馬仔過往嘅11號嘅準風雲啊。79倍、18倍，到最新3仗都係揾咗呢，就係金城江拆旗噶啦。咁啊之後啦，2026年2月份啦，去到4月份啦，3仗都揾翻同樣嘅路程啊，填到1000米賽事啊。咁金城江82磅嗰次啦，末段咧輸20分嘅馬位，1分35秒22噶啦。跟住啦，去到同樣反應平平呢，1分34秒99啊，係破咗1分35秒大關，1分34秒99啦。唔緊要啊，23秒零幾，23秒40。到最後一次一檔好檔位揾到班德利拆旗之下嘅話呢，居然係22秒70嘅，咁比過往嗰次呢23秒呢係快咗0.3秒，比23秒40嗰次呢係足快咗係0.7秒噶啦。咁雖然最後啦都係輸完3個幾馬位啦，由於受困直路受困啦，未能呢望空啊，所以當日嘅成績呢係少少不作準嘅。咁今次同樣嘅配方，同樣嚟料，同樣一檔好檔位，磅數亦都係124磅，去到118磅，更加輕磅啦。所以啦，準風雲破咗1分34秒呢個大關嘅呢隻同樣不二之選嘅靚馬呢，就係準風雲啦。所以第場深入推介7號仔嘅精彩，9號仔嘅線路福將同埋11號嘅準風雲係阿肥。第場深入推介7號、9號、11號。嗱，呢場交隊完畢。中老 TV 收費會員計劃新一季波馬全天候，助你以小博大。新馬季開鑼，足球賽事全年無憂。中老 TV 繼續同你一齊路睇，鎖定冷門場次，精準出擊，助你贏得漂亮。點解選擇中老 TV？ 真實力有據可查， YouTube 貼文區公開過往成績，中老幫你縮窄範圍，提升中馬機率，飛數證明一切。幾十蚊本錢博過千回報，試過28蚊博608蚊，100蚊博1246蚊，更有126蚊4連環博中2604蚊，極致冷門都捉到。上季182倍界凳爆冷腳都冇走雞，就連六環彩10蚊雞中6364蚊都試過，全靠策略加數據加埋運氣。會員專享服務，白銀會員50蚊，人工 AI 六環彩錦囊表格，最後6場每場精選2匹機會碼，每個賽日錦囊會更新喺貼文收睇到。黃金會員150蚊。六環彩 AI 錦囊加全日賽事心水貼士加死火馬環節，避開熱門陷阱，集中注碼搏殺。鑽石會員200蚊，推介加量不加價，全包黃金會員內容 ，WhatsApp 群組臨場真飛部署，賽事分析，直播彩池推薦，再加足球過關心水貼士，每日早、傍晚、凌晨3段時段分享。試業期間20蚊過關贏800蚊，唔係夢。4到5倍平常時，10倍以上基本盤。中佬唔講廢話，只講實力與成果。新一季無論係賽馬定足球，我哋陪你全天候捕捉冷門，過關攞獎金。有興趣想成為我哋中佬 TV 收費會員嘅你哋，可以係中佬 YouTube 頻道主頁，點擊紅色框框呢個位置，就會彈出收費會員計劃欄目，有白銀、黃金、鑽石會員3個級別，以小博大贏到錢。心動不如馬上行動，唔係強制性消費。
中意邊個級別隨便選擇加入成為中老收費會員啦！立即 WhatsApp 中老67304593，選擇你嘅會員計劃，睇得到嘅實力，贏得到嘅回報。